这座山呢，在清朝的时候，古图上就已经记录它的存在。那原来有3座山，那随着市区的发展，那现在最明显的就只有这座山了啊。在日本时代，也是我们成功国小小朋友远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历史的影像。那这座山承载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那也在我们水交社里面啊是一个亮点。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市民呢，能够到桂子山这边来哈，登高揽胜。那一方面也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整个府城的一个历史的意象。那大家也可以往西看一下，尝试的我们看向海边啊，因为在日本时代它有一个地名叫做细涧之丘，也就是说在这个丘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潮汐。我们找到最早的旧照片就是1938年，然后明治公学校的小朋友。他就是从市区远足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凉亭呢，都是通透的，只有柱子，每个角落呢都是3根柱子，非常特别的一个通透的一个凉亭。屋顶这上的平板有一个三角点，那个地板也有一个三角点，是当时候日本人就是在这边当作是一个测量的一个点，然后连勤的测量点也是设在这个地方。当初在那个桂子山还没有整治之前。整个山几乎都是流浪狗盘踞在这个桂子山上面挖了非常多的狗洞。经过这几年以后，桂子山的整治已经好了。好了以后，我本身在我们关怀祭典也带我们大城里的长辈，将近40个人来桂子山参观。我们由后面的无障碍到桂子山的上面，到上面以后，由桂子山的上面。环顾四周围，每一个长辈觉得非常满意，也觉得非常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水交社过去在台南，不管是在国防以及这个我们地方都是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很多历史上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这里面发生。另外，除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之外，我们也把这个地方那个桂子山整理成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特色的景点。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在春节的时候或在平常就可以来这边，不管来水交社眷村的店来消磨一整天或一个下午，或者是来桂子山爬这个台南府城第1高峰，这个是网友的戏称，但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有历史文化的意义，有休闲产业的意义，欢迎大家来桂子山。你好，收看欢迎收看4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针对许多人甲退休人员容易被诈骗，特别是假投资、假减刑等诈欺的手法，所以台南市建局特别启动谭爱珍律师防诈骗宣导巡回列车，邀请伊前往37个行政区来宣讲并现身公法。请插牌，防诈巡回列车活动正式启动。台南市府市长叶铁山主持防诈宣导列车启动仪式，展现市府打击诈骗决心。希望透过这次活动，让民众更加了解各种诈骗手法，并学习如何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防诈的工作是黄伟哲市长在他任内最重要的一个政策。那不只是警察局，各局处大家都一起来做防诈的一个工作。那这一次非常感谢谭爱珍女士愿意来承担我们防诈大使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接着她就会进入到我们37区，为我们的民众，尤其是一些高龄者的这些长辈们，大家来做所谓的防诈的一些宣导。那也把她个人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谭爱珍律师防诈宣导巡回列车10日上午伫王城西活动中心出发，展期为期4个月，进行台南市37区防诈宣讲，希望以谭爱珍的亲身实例以及知名度，让更多民众关注诈骗议题，提升防诈意识。
现在呢，在一个整个国际好像都呈现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下呢，就是我们诈骗集团他们进场的好时机。那么他会趁着大家人心惶惶的时候呢，就趁虚而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诈骗。那么我必须要提醒大家，诈骗永远都不会消失，他们就跟新冠病毒一样。他们会随时随地的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回想这几年，我们防疫做的不是很好吗？因为大家都很努力，很有警觉心，所以我们现在呢，防诈要如同防疫，我们也是一样拿出我们的警觉心，我们好好的预防诈骗。我相信我们可以把诈骗降到最低最低。那么每一个人都学会保护自己。我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谭兰珍女士来担任我们台南市的防诈大使，那深入到我们37区呢，来做一个市诈的一个宣导。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强化我们市民的一个防诈意识呢，使我们民众呢能够减少来被诈骗。这次活动由台南市警察局、结合市府社会局、民政局以及各区公所共同筹办。列车启动了后，为4月到7月，总共4个月时间，完成37个行政区的宣导活动，也欢迎各区的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提升自我，反诈治零。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高雄灵园红分宫马祖海巡正式展开，10号到咱安平港，台南灵济殿五府文殊宫、安平凯大天后宫各省也有30支军队伫海上迎接，场面相当的壮观。红宫马祖嘛将头一摆驻驾伫安平凯大天后宫。红分宫马祖海巡军队对高雄中分港出发，30多只船经过5点钟来到安平渔港。这摆回乡是地方宗教大事，专区出动10间角头庙。灵济殿安平凯大天后宫除了出海迎接，嘛伫码头供应圣驾。台南安平灵济殿、观音亭，包括凯大天后宫这有宫吼。这个支持，互阮高雄灵园红宫哦，当这个40周年哦，这个海巡回乡哦，会当安尼圆满。这届是我参加第10届，咱红分宫头一次伫咱安平哦过暝哦啊，祈求咱海上大家渔民哦。大家安尼平安顺遂。高雄市伫2013年，甲红分宫马祖海巡订立做民俗文化资产，会当讲是全台唯一4档接一科，上主要是保庇灵园、安平两地的渔民，渔会会当丰收满载，出入拢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安平，那也谢谢安平区的招待哈。我们今天会去卢基殿、天后宫。这2天时间的欢迎咱大家作为来欣赏 AMC 他们整个船只啊，会把灯光放亮哈，会非常的美丽，非常的雄伟哈。这回绕境团队将近3000人，红分宫马祖近头摆驻驾伫安平凯大天后宫，相信会当加深两地的友谊。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4月19到24将伫台南登场。10号市长吴益拓嘛亲自为台南代表队授旗，为选手加油打气，勉励大家以最佳的状态来迎战，争取上悬荣誉。全中运即将伫咧19日登场，为鼓励并提升选手必胜的决心，市长吴益拓亲自出席授旗仪式。并将市旗授予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望台南代表队再创佳绩，为台南市争取荣誉。代表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市民朋友来为我们台南市参加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代表队来授旗，加油打气。那知道，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是这个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中等学校中学生包括国中、高中的一个运动竞技场合，那也是除了对于同场竞技结交朋友，也是对于他们将来的人生规划，在体育以及在运动方面，在方方面面都有很好的重要的一个历史里程碑。所以呢，同学无不这个全力以赴，老师、家长
的这个寄托、希望，都在他们的身上，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的荣誉也都在他们的身上。黄伟霆表示，台南代表队伫咧113年全中运，总共赢获44名金牌、39名银牌、40名铜牌，总计123名奖牌，实力备受肯定。去年的全中运，台南市拿到44面金牌、39面银牌以及40面铜牌。那今年我们希望能够突破这个数字，能在金牌、在奖牌数上能够再创新高。这几年来见证了我们在顶尖的运动选手的培育上拿出了成果。那也希望说，接下来在全民体育的方面都能够有很好的成绩。随着今年全中运时间接近，台南市以地主的身份迎接来自全国优秀选手。同时也热情邀请全国民众在比赛期间莅临台南，除了是为选手加油，嘛会当感受全长城市的热情甲活力。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农业局为了辅导农村社区推动农村再生，今年再次执行计划，辅导社区研发加工品，或者是创新的包装设计，希望借此提升产品的价值。今年分别辅导玉井德维甲成华 KB 社区，为因的品牌甲伴手礼来行销。市府农业局每年借由农村再生的执行计划，辅导农村社区的美化环境、活化产业，打造在地特色。有的社区自主研发新产品，甲着特色的包装。今年得到优质农产品特色推广的，有玉井德维甲着成华 KB 两个社区。台南市向来非常重视农村经济发展。那为了要辅导农村社区我们也透过了年度执行计划，然后辅导社区来创新产品，还有包装设计那今天我们邀请的玉井区的竹尾社区是以芒果为发想那结合我们这个社区也结合了我们社区发展的一个小旅游那也跟在地的学校来合作，玉井上工那设计出农村风味的伴手礼。他应用年度的执行计划来，以芒果来研究芒果的加工品，那制作出那个芒果的一个沙沙酱，以及芒果的卤肉酱，以及芒佐卡拉棒等，优质的产品那善化的西美社区，本来就是以这个麻烦的，一直在推这些的产品非常优质的一个原料其中玉井德维以着山野为出发点，结合社区的小旅行，甲着在地学校。设计农业风的伴手礼盒，以及成华 KB 以及乌麻、乌糖、粉珠，加着木鳖果等元素，开创这个麻烦的品牌。我们新美社区产品主要是以这个麻烦作为品牌。那这个的话就是甘蔗，也就是我们黑糖。那葛的话就是葛一斤那个荤煮混第三个就是那个芝麻，我们就是芝麻糖或芝麻粉这些。那因为我们这所做的都是属于那个手工制造。过程相当的麻烦，所以我们把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麻烦希望以后大家听到这个品牌都能够想到我们西美社区。那今天的这些产品大家都以芝麻系列的为主了那芝麻来讲在我们台南市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产量，在全国来讲，当然比重是相当的高，应该是最多的农业局透过社区自主的研发，甲着特色的包装，除了提升产业发展的完整性。另外，嘛希望增加产品购买吸引力，为社区带来永续的发展。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上台南成华 KB 社区的 FB， 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电话来查询。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华山基金会安南2站在地服务8年来，已经陪伴将近200位长辈度过孤单无瓦靠的日子。为了感谢长期以来善心人士甲志工，10号因特别举办感恩大会，会中透过萨克斯风演奏，指挥动手做植物拓画，甲长辈同乐，场面相当温馨。迄
地老师用萨克斯风演奏熟悉的怀念老歌，在场一个长辈拢做伙拍谱啊，唤起因心中的旋律。华山基金会安南二站为了感谢在地服务，八冬来陪伴长辈过程，有一个善心人士甲志工的小厅。教会感恩大会除了萨克斯风的演奏，也邀请长辈来做植物拓画，大家拢是头一摆经验，相当趣味。而且透过动手动脑的过程，也当延缓老化，作品嘛成为家己独一无二的回忆。食果水足新鲜的，阮头华山对阮足好，对阮足好的呀，很喜欢啊，很喜欢老师教我们这样啊。植物的拓画呢，其实基本上是在训练老人的一些手指灵活，因为随着他们年纪比较大，然后关节的退化，所以我们才会设计这样的活动。那同时在设计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让他们可以疗愈身心，在创作过程当中使用的颜色也可以代表他们的心情。那创作完的这一幅画，其实他们也可以摆在家里面，然后让他们获得了成就感。希望这个充满春意的作品能够陪伴长辈每一天，也邀请社会大众一起来加入爱老人的行列，支持送爱到家常年服务经费，认助一位长辈。为了照顾在地弱势长辈，目前华山伫全台已经有400个爱心天使节，嘛邀请友志共同来打造长辈第二个厝，做伙加入爱老人的行列。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今年新加坡国际食品店正式展开，其中委托嘛把机会宣传行销，推出往来相关食品，互因在场的媒体甲通路商拢感受到台南往来美味。预计4月下旬，台南往来就将伫因大型的连锁超市来上架。台南市政府趁着新加坡国际食品展来行销台南的往来。推出往来相关的食品，市长表示，台南的往来除了会当当做水果食、假食，还佫会用来入菜做料理。每一道拢适合味俱全，无论是造型、口感，甲着风味，拢互在场的贵宾甲着通路商感受到台南的甜蜜。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品尝最优质的台南的关庙凤梨之外，我们知道。凤梨刚刚提到，主持人提到，不管是刚大公时的提到，不能鲜采凤梨果、凤梨汁，凤梨也可以入菜，还有大家那个吃那个披萨，那个夏威夷披萨就是用凤梨，入果入菜，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凤梨，还有凤梨酥、凤梨干，这无凤梨不欢。台南我们关庙凤梨真正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它需要的是土壤是有点酸性但是日照一定要充足然后排水要良好，它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条件配合，才能够产生最好的这个凤梨。但最重要的，这么好的凤梨的品种，必须要台湾的农民的这种专业的这个知识跟经验。还有投下去的汗水，才能够产生出最好的凤梨所以大家所吃的每一个凤梨，或喝的每一个凤梨的果汁，都是台湾农民一点一滴的心血把最好的呈现到新加坡来。现场的行销品上出席的除了当地媒体，还有台湾驻新加坡的代表处，以及新加坡连锁超市的总监。预计台南的真转往来，将伫4月中下旬。会伫新加坡的大型连锁超市来上架，以及上电商的通路顶。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去年曾经近8万人次参访的家人树，经过5个月休养期，4月1号重新来开放。嘛，因为年假天气好，吸引不少游客坐船登岛。伫岛上除了天然的景观、花景等等，市府伫去年利用大水槽设立的公共艺术，嘛早互游客有无同的旅游体验。基隆碧沙游艇码头出现好久不见人潮。民众把握好天气，搭船准备前往基隆屿。因为没有做过，第一次做，对它的期待是什么？很开心，怕晕船。因为去年我是7月来的，太热了。今天的天气我觉得应该蛮好的，会比较舒服一点，自然吧，就非常的没什么很大的去
破坏，对，干扰破坏之类的。然后去年来的时候，还有人在净滩，也不错啊。经过5个月的休养期，基隆屿4月1号起重新开放。不过清明连假前，基隆都是下雨，好不容易天气转晴，民众把握机会搭船出海，体验岛上的天然美景。那岛上呢，有很天然的这个火山岩地形，然后也有很好的生态资源哦。那岛上有环岛步道跟登山步道，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景色，特别是有可以看到这个海浪打架的奇观呢，就是基隆海坎，也可以在我们在通往这个登山步道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这个海坎的景象。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挑战体力哈，爬到这个182公尺高的这个基隆岛灯塔，跟灯塔拍照留念，然后在岛上基隆岛灯塔那边往下看360度无死角的这个海天一色景色，也是很值得推荐哦。由于基隆屿每日只开放1200名游客登岛，游艇业者也很期待人潮。这几年来，票价始终没有调涨。尤其今年的天气比较晚变好天气，那目前天气还是就是说下个礼拜又变天，之前又是变天，所以4月1号一直延到今天才开始变成首航。那今年好不好？我们目前报名还不踊跃，大概只有去年的大约是在5成到6成左右。沿着基隆屿滨海步道，可以欣赏特殊的地质、海蚀景观，岛上独有的百合和金花石蒜等。而市政府产发处打造基隆屿不同的景观，去年开始邀请了艺术家捡拾漂流木，现场进行艺术创作。基隆有很多这个漂流木，以往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利用，因为我们以往就办净滩，只能把一些人造的垃圾清走，但是对于这些漂流木，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再利用。那去年我们就邀请了这个花莲的那个漂流木的艺术家来驻岛来做艺术创作。那我们也结合民众一起做参与式的这个创作，大家一起捡拾这个漂流木，来让这个艺术家透过他们的专业来把它变成3座的艺术这个装置艺术哦。那有3座，一座是我们在码头的那个迎宾的这个基隆屿地图哦。那第2座呢是在中间停机坪那边有2个美人鱼哦，那大家都可以去拍照。那最后一座是我们用一个爱心的手势哈来创作的，希望是能够透过这样的意象来告诉大家要爱护海洋，用心守护基隆屿。有台湾龙珠之称的基隆屿，在不同时节都有不同的美景。游艇业者看好旅游人潮，也开始要拼经济。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位于高雄光华市场有一台买面线羹摊车，传承已经第2代，有45档的历史。头家每一天上午透早4点就起来备料，手工做的大肠加鱼羹，搭配现煮的面线，后面将一只就条的，吸引老顾客一再上门。高雄的光华市场中有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摆放着一部老摊车。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间45年历史的老字号面线羹。老板每天清晨4点就起来备料，特制的大肠和手做鱼羹，搭配上现煮现做的面线羹，多重口感的美味呈现，让民众一吃就上瘾。口味不错，对，就有经过的话都会来买。40-50档有啊咧，老店嘛，有时间我就来食呀。这一档味口味袂歹啊，就当天吃一碗，感觉足温暖的安尼。好吃哦，有够好吃，伊个无咧淋面酥的啦，料拢足实在啦，有鱼浆啦，好抓味的口味啦。目前老摊车上的旧招牌依然存在，第2代老板说，就是要这样子保持原汁原味，让老顾客找得到。当然，固守住原本的老味道，才能让摊车的生意长长久久。一国中食到这阵啊，拢习惯这个口味啊，阮囡仔嘛就爱食啊。像囡仔大人去读册啊，无因嘛拢对我来。保留原来的风味，让客人觉得说，你们的东西确实是老的东西。3、4点的时间就要起床，然后来就是把我们的肉跟鱼浆把它撮合之后，然后去做出我们现在的这种鱼浆。它是有肉跟鱼浆加在一起，但是肉我们有调很多的一些特有的一些我们的传统的料，所以可以呈现出古早味的味道。那我们的汤头呢，也是就是我们用我们煮这个鱼浆的这个汤头来做高汤。
所以可以呈现出很有特色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汤头。大肠平均都2个礼拜准备一次，客人都反映说我们的大肠很好吃。然后咬下去有咬劲，然后又有香气，这样子。如果生意好的话，有时候一天都要煮好几锅。冷冷的天气来上一碗热腾腾又香气四溢的面线羹，再淋上一点醋，加上香菜提味，这一碗老字号摊车面线羹，让来品尝的民众不只能吃得暖乎乎，更能吃到老板对古早味美味的坚持。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收看4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家，咱再会。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贝贝，
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让你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呐。